看拍頭先嘅影片，你下我來練習常用嘅對話。這裡是警察局交通隊，你好。呢位係警察局交通隊，唔好。呢位係警察局交通隊，唔好。這裡是呢位係警察局交通隊，交通隊，你好，唔好。好，接下來我們來練習整句話哦。這裡是警察局交通隊，你好。呢位係警察局交通隊，唔好。呢位係警察局交通隊，唔好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的是，假如罰單開錯，你可以申訴。若係罰單開唔出，唔識得申訴。若係罰單開唔出，唔識得申訴。假如若係罰單開錯了，開唔出，可以是的申訴。好，現在我們要來練習整句哦。假如罰單開錯，你可以申訴。若係罰單開唔出，唔識得申訴。若係罰單開唔出，唔識得申訴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的是，你可以到官方網站用線上的方式辦理。唔識得到官方網站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唔識得到官方網站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可以是的官方網站用線上的方式辦理。好，接下來我們來練習整句話哦。你可以到官方網站用線上的方式辦理。唔識得到官方網站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唔識得到官方網站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的是，如果成功，錢就會退還給你。若係成功，錢是會退還本你。若係成功，錢是會退還本你。假如成功，若係成功，錢就會是會退還給你，退還本你。好，我們現在來整句練習一次。假如成功，錢就會退還給你。若係成功，錢是會退還本你。若係成功，錢是會退還本你。
好，因列个单元是上到列位，